日咧，我想講木瓜，原因咧係我觀察到好多人咧對木瓜都有錯誤嘅理解同埋應用。其實互聯網資訊咁發達，大家都會收過一啲嘅轉發啦，或者係睇過一啲上載嘅內容。咁我以前咧都會跟呢啲內容去學佢哋做嘅湯水啊，或者係食物嚟到作為食療嘅。咁但係咧，往往咧都會有唔同程度嘅中招。咁我就發覺咧，得出嘅結論咧，書本上面記載，就算再有參考價值都好啦，應用起上嚟咧，往往係另外一回事。嗱，我先舉一個例子啊，有段時間咧，報紙都會經常報導噶啦，就話用呢個五青汁咧，係預防癌症、排毒。所謂五青汁就係青蘋果、青椒、青瓜、苦瓜、芹菜。咁但係實際應用呢，就算係一個高大威猛、正當成年嘅男士都好啦，如果成日飲呢，佢其實會出現頭暈腳軟，因為就算一個人嘅血好熱燥底，都唔代表佢嘅脾胃好健壯。尤其是現代人啦，好多時候都係混合體質。如果你想防癌排毒，以為咁樣係可以長壽呢，你就要注意啦，因為長遠嚟講，佢好可能會影響或者奪走咗男性最驚喪失嘅生育能力，而唔淨止呢係頭暈眼花、手腳軟咁簡單。木瓜都係㗎，我成日聽人講話食木瓜有幾好，話有木瓜酵素啦、維生素 A 啦、胡蘿蔔素啦，對心血管好好。又話木瓜嘅維生素 K 呢，有助身體更好咁吸收鈣質，甚至乎更加可愛嘅呢係話木瓜鮮奶可以豐胸。咁於是乎呢，就木瓜變成咗女士嘅恩物。但係事實上呢，如果真係咁簡單，咁嗰啲隆胸手術啊、整形醫生啊，仲邊有得撈呢？係咪？其實就算同一個人啦，都會有優點、有缺點，有好壞、有光明同埋陰暗面。咁所有嘅食物都一樣㗎，所以你係需要全面咁了解，先至能夠更好咁掌握同埋應用。木瓜作為水果咧，佢係偏涼性嘅，所以孕婦咧就唔建議食用嘅。咁如果有腸道易激症嘅人咧，都係要注意食用，因為太多咧係好容易引起腹瀉嘅，又或者大便唔成形啦，就所謂嘅便溏啦。另外腎功能弱嘅人咧都要留心，因為曾經咧坊間盛傳話，譬如青木瓜煲瘦肉係醫腳抽筋嘅。咁於是乎咧，都有人跟住照做。咁但係青木瓜比木瓜就更涼。腳抽筋咧，本來就係因為氣血唔好啦，同埋肝功能弱啦。咁呢個湯唔單止冇幫助，而係更容易脾虛。咁脾虛咧就脾主筋骨噶嘛，咁你點去幫助到你能夠有一個正面嘅反應呢？咁所以有好多嘅資訊咧，其實係要小心接收嘅。木瓜本身係可以入藥，但係咧係其實有條件嘅限制，因為木瓜咧需要蒸透佢，然後再曬乾，然後加入黃酒浸過，再炒製，而唔係生用嘅。所以佢入藥咧都有好多嘅條件嘅限制同埋製法先至係有效嘅。咁如果話佢本身嘅成分啦，咁佢主要咧就係含譬如蘋果酸啦、酒石酸啦、皂苷啦、黃酮呢啲。咁睇起上嚟咧，的而且確係有抗菌抗癌嗰個原理。咁但係咧，亦都需要係配伍配其他嘅藥材，而唔係單味。所以咧，我係唔建議40、50歲以後嘅婦女食用太多嘅木瓜。如果成為咗習慣咧，就更加唔好，因為呢個年紀嘅女士咧，多數體質都係虛多過實，本來咧就唔適宜食用一啲太涼嘅食材嘅。咁啊，何況臨床嘅觀察咧，佢唔係話有助鈣嘅吸收，反而咧就容易令到骨質疏鬆嘅人咧個情況係更快走向惡化，因為佢傷脾而脾主筋骨啊嘛。至於男士咧，坊間好多都話男士食用木瓜冇問題。咁不過老一輩嘅經驗之談咧，木瓜食太多係會傷腎氣，亦都傷個脾。
咁食得太多呢一類嘅帶有胡蘿蔔素嘅，已經唔係話個皮膚會黃嘅呢個問題啦，而係佢本身嗰個寒涼咧，對於男士嗰個有比較深遠嘅影響。嗱，呢度有兩個好值得大家去聽聽嘅真事。第一咧就係、菲律賓嘅華僑講俾我聽嘅，佢話嗱木瓜嘅英文咧就係 papaya。咁喺南洋一帶咧，即係會講閩南話嘅華僑咧，都會即係戲謔爸爸呀。呀咧係佢哋嘅語言裏面話唔中意啦、討厭啦，或者係忌諱，類似咁樣樣嘅意思。咁爸爸都唔中意，驚咗佢，就係因為咧佢嗰個寒涼嘅性質，會怕佢影響男性嗰個生殖嘅能力。另外一個故事咧，就已經可以追溯到去民初時期喺福建晉江。當時咧有位男士，因為佢嘅太太咧好年輕咧，就因病去世，咁啊留低咗佢啦，同埋兩個女。身為丈夫嘅咧係當地一個有名嘅，當時叫做郎中，即係等於而家嘅醫師啦。咁好多人咧都會想為佢介紹其他嘅女士，咁啊希望佢可以續弦嘅。咁但係佢又怕自己眼光唔準喎，揾翻嚟嘅後母咧會對兩個女不利，對佢不好。咁亦都聲明咗咧係人體嘅構造嘅，佢自己醫師嚟噶嘛。咁怕佢自己咧終究都把持不住，咁於是乎咧佢就喺佢哋當地嘅後山咧採摘咗一種果實嘅根。嗱，由於咧我唔希望佢會成為一啲即係心腸唔好嘅人作為一啲報復嘅手段，咁所以咧我就唔打算喺呢度公開究竟係邊一種果實嘅根。咁但係呢種果實嘅根咧係至陰至寒嘅，咁佢煮水飲用咗幾次咧，就令到個血係涼啦，亦都咧係佢其中一個作用咧，會令到男士咧唔再咁熱血啦，即係等於係專心可以成為一個僧侶，真正做到無欲無求。咁呢件記載嘅事實咧，就係令到我哋知道其實飲食太過寒涼咧，對於男女生育力咧都有好大嘅破壞力。呢個多少咧都解釋咗點解現代人有唔少夫婦佢想有細佬哥，但係就咁困難。其實係由佢哋發育時期開始咧，就飲食錯咗，傷咗元氣，傷咗根本。咁後嚟咧發現嘅時候咧，佢亦都唔係話一味補肝腎就可以復原翻嘅，係要有好長時間即係飲食嘅調理。咁又可能用錯咗方法啦，努力嘅方向錯咗啦，咁結果咧就可能耗費咗大量嘅金錢，咁最後可能亦都要係選擇譬如做人工受孕，咁唔單止身體辛苦花費金錢，而人工受孕咧亦都唔係話100%會成功噶嘛，咁所以就係一件好可惜嘅事啦。嗱，如果你係本身好中意食燉木瓜嘅咧，咁因為個木瓜係燉熟嘅，咁相對會好啲啲啦。如果你真係好中意咧，我都唔反對嘅。咁但係因為坊間有話加茯苓咧對關節有幾好啊，咁呢點咧我就希望大家要注意啦。如果你嘅體質係屬於陰虛火旺嗱，注意係陰虛啊嚇。咁你就唔係太適合咧，就用茯苓加木瓜嘅，因為都係屬於比較涼性啦，冇辦法幫到你解決陰虛嘅問題，可能越食咧就越陰虛啦。咁仲有咧，另外一個重點咧，就係有啲人認為養生咧就係食唔同顏色嘅食物，呢點咧我都有保留，因為如果純粹係睇顏色。咁木瓜橙色噶嘛，係咪？咁亦都係其中一種顏色噶嘛，咁係咪你都要食咧？但係如果你脾虛嘅話，你成日都食一啲令到脾虛更虛嘅食材咧，咁對你嘅身體都唔會有好處。所以食材咧係要睇佢個性質、用法、配搭，最緊要咧係咪適合你，而唔淨止係顏色咁簡單。好啦，下次我哋再講其他食材、其他嘅故事啦。